好啦，全部人唔好喐啊！差人、警察，全部人唔好喐，冇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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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部攞晒身份證出嚟啊！司機，全部攞晒身份證出嚟啊！司機啊，拉到 hold 住條門啦，hold 住條門啦，司機。飛啦，攞埋啲板過嚟啊！ 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牛丸佬嘅頻道啦。開始之前記得用你哋嘅發財小手訂閱同埋讚好，仲要撳埋個鐘仔，咁樣一有新片時你就會第一時間知道噶啦。大家到睇片啦，呢單真係離譜啦！東九龍交通警放蛇扮乘客入去坐小巴，專登等人冇扣安全帶，然後即刻起身出證件、出傳票，逐個查身份證，成個過程真係令人嘆為觀止。你問我呢？呢啲叫做執法，唔係執法，係玩心理戰，係示威俾人睇我哋有幾勁。行動總共31個乘客俾票控，傳媒仲話警方有片有證據，但係問題係呢啲係咪真係香港人想見嘅警察形象？你話法律上係咪犯法？係唔扣安全帶係違例，最高可以罰5000蚊，冇得講。但問題唔係法律，而係執法方式。你要教育市民，要提高安全意識，你可以拍宣傳片，可以同小巴司機合作，可以喺巴士站搞宣傳，唔係派人喬裝上車等人出錯放蛇捉乘客。呢個唔係偵破毒品案，唔係查黑社會，呢個係安全帶，係乘客可能上車趕時間拎緊袋，仲未坐穩嘅時候，你就埋身出手出傳票。呢啲係咪叫執法變晒質？香港呢幾年社會對警隊嘅觀感本身已經唔好，以前講警察係服務市民，而家越嚟越似挑戰市民。呢次放蛇事件，一啲網民就話好啱啊，唔扣安全帶就要罰。但係你諗深一層呢，有冇公平執法？有冇警告？有冇俾機會乘客補救？警察就起身話差人出證件，咁你想市民點樣信任警察？一部小巴咁細，10幾個人喺度，你喺封閉空間出證件執法，嚇到啲乘客一頭霧水，甚至有啲老人家以為俾人拉。咁呢啲畫面傳出去，全世界都覺得香港警察連坐小巴都要放蛇，你話有冇荒謬？再講返交通安全，安全帶重要，呢個冇錯，無論司機定乘客都應該扣好，但係安全意識係靠教育、靠習慣，唔係靠放蛇、靠恐嚇。你睇返外國，人哋係教育先行，配合設計改善，宣傳到位。香港呢，安全帶好多時舊車冇維修，座位擠迫，安全帶生鏽難扣，乘客有時想扣都扣唔到。政府有冇真係監管？運輸署有冇真係驗車？冇，反而警方就用最容易見效嘅方法出罰單。呢啲唔係提升安全，係揾人開刀交差。最諷刺嘅係，警察有資源放蛇，有資源拍片，有資源喺東九龍派30幾張傳票，但香港每日咁多電動單車走嚟走去，點解冇見咁密拉人？因為嗰啲難捉，冇咁容易計數嘛。扣安全帶就最易數得快、影得快、報得快，又可以話我哋重視交通安全，實際上係揀啲容易做嘅嚟做，博個功課嚟交。你問心真係為安全定係為數據靚？咁講真，警察要執法，我冇問題，但係要有尺度、有智慧。你喺車上面起身大叫差人，有啲乘客以為打劫，你逐個問身份證，搞到個司機唔敢喐，你再發傳票俾晒啲冇扣安全帶嘅人，仲唔俾機會解釋？呢啲唔係維護安全，係傷害信任。長遠落去，警民關係只會更加差，因為市民會覺得我唔係罪犯，我只係上小巴坐車，我點解要被嚇？點解要被羞辱？而家警方仲好似覺得呢個行動成功，傳媒仲引述話警方提醒市民要扣安全帶，但冇一個官員出嚟講點樣改善小巴設計，點樣加強乘客教育，點樣協助司機提醒乘客，全部都係罰。呢啲就係今日香港最悲哀嘅地方。制度上冇錯，但人情上冇理。警察係唔係應該用智慧去贏尊重，而唔係靠恐懼去維持秩序？所以我想講呢單新聞唔只係一宗交通違例咁簡單，而係反映出香港執法文化嘅扭曲。從前我哋話警民合作，社會安寧，
而家變咗警民對立，人人自危。扣安全帶應該係常識，但係警方唔應該用放蛇嚟教人。市民要安全，唔係靠罰款，而係靠信任、靠制度、靠教育。否則，你今日喺小巴放蛇，聽日喺街市門口捉人亂過馬路，後日係天橋底捉人亂拋垃圾，到時仲有邊個敢出街？呢個就係我對今次事件嘅睇法。法律冇錯，但係執法錯咗方向。你要市民尊重你，就唔好當市民係獵物。警察應該係守護者，唔係獵人。好啦，呢條片就講到呢度，中意嘅記得訂閱同埋讚好，仲有分享俾你哋啲朋友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